那今天呢，我们从第61页的最下面呢，就是视察意志呢，来开始讲述。那在此之前呢，我们已经讲完了，就是7种分类里面的现前、比度，然后还有再觉知。那今天呢，就从视察意志呢开始讲解。那在讲视察意志的时候呢，同样的就是我们之前呢有讲到说，像是现前，那现前呢，它是属于就是无分别知，所以在升起现前的量之前呢，或者说讲说限量，或者说现前的这些了知之前呢，是不会有所谓的视察意志的。那视察意志呢，它会在就是我们升起就是分别知，或者说呢，我们知道说在升起量的时候呢，会升起量之后呢，然后才有再觉知。那在这边呢，如果说要升起以分别知来说的话呢，在升起分别知之前呢，要先升起视察意知。那这个呢，在现前知呢是不需要的，所以呢，以次第来说的话呢，就是以分别的两识的升起次第来说的话呢，那会呢第一个先升起视察意知，那第二个呢升起了量，也就是分别的量，也就是比量。那升起了比量之后呢，然后之后再产生再觉知。那我们在讲述视察意的时候呢，可以了知到说视察意呢，它在分别知和无分别知两者里面呢，它是属于分别知。那视察意呢，它在根知还有意知两者里面呢，它是属于意知。那视察意呢，它在错乱知呢，还有非错乱知里面呢，它是属于错乱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61页，就是最下面这一大段，然后讲述视察意的地方。那一开始呢，是先讲述就是视察意的性相。那视察意的性相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对于已成为自知主要驱路径之法，即为单着意味的决定义的了知，是视察意的性相。那这边呢，就先看到一个叫做自知驱路径。那什么叫做自知驱路径呢？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呢，就是视察意呢，它是所谓的有径。为什么它是有径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呢，径和有径的分类里面呢，那有径我们以前就讲到说，像是能全身，然后还有像是了知以及补特伽罗呢，这三者呢称之为是有径。为什么是有径呢？它是有径的缘故，就是因为它可以去路于自径。所以呢，这边就讲到说呢，它既然是，那为什么说它能够去路于自径呢？就以能全身来说的话，它是有径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呢，它所能够诠释的呢是平指，所以它主要去路的径呢就是平指。那同样呢，以了知来说呢，它能够成为有径的原因呢，就是它能够全入于它的自径。所以呢，这边讲到说，以视察意识来说的话呢，它因为是有径缘故呢，所以它有一个自己的去路径。所以讲到说呢，自知去路径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讲到说呢，就是既然讲到了驱路径的时候呢，就比方说，既然有驱路径，那就表示有一个能驱路径的有径。那以平直来说呢，平直它是属于径，那能够驱路于平直的有径是什么呢？就像是能够诠释平直的声音，这个能诠平直的声音，或者说呢，能够证得平直的了知，乃至于说我们说能够证得平直的补特伽罗呢，那这三者呢都是属于有径。那对于静和有静，就我们一般讲到静的时候呢，就表示说它既然是静的话，就表示有个能够去路于它的有静。那我们在讲到静的时候呢，就是有静在去路静的时候呢，会有哪几种静呢？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呢，我们一般在讲述静的时候呢，会讲到说这里第一个所提到的呢去路静，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呢是单着静，那第三个呢就提到了说是显现境，那第四个呢就讲到了说像是索取境，那以及说像是直接境，或者说呢间接境，直接或是间接的这种境，那或者说呢辞职境等等，就是对于境来说呢，对于有境来说呢，它有种种不同的这种境。在讲释的时候，它境呢又可以分为像是这里所讲的第一个呢去路境，那第二个呢就是提到说单着境，那第三个呢显现境，
第4个呢索取径，那第5个呢直接径，第6个呢间接径，然后还有说像是第7个呢是持质径等等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里呢就提到说呢，就是有径呢，它在它的对径呢，它的径呢可以分出就是去路径、单着径、显见径、索取径，然后直接径，或者说间接，或者说我们一般讲说是随附径、间接径，或是随附径是意思是一样的，或是持质径。那为什么要分为这么多种径呢？就如同说我们之前在讲说一还有异的差别的时候呢，我们又提到说呢，一又分为很多种，像什么直一啊、体性一啊，各式各样，有各式各样的一。所以同样我们在讲解径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先把它分为就是这7种径呢来做解释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所讲到的呢就是去路径。那去路径什么呢？去路就是有径呢，它在去路的时候最主要的那一个径呢，我们称之为叫做去路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讲到说显现径还有索取径这两者。那一切的了知呢，一切的了知，一切的觉知呢，它一定呢就是都会有显现径和索取径。所以凡是显现径和索取径呢，它不一定呢是要存在的，就是有存在的显现径跟索取径，也有不存在的显现径跟索取径。为什么说一切的了知呢，它都具备着显现径和索取径呢？那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，显现径和索取径呢，这两者呢是同义，是同样的，意思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一个了知呢，它所显现的跟它所取的呢，这两者呢是一样的东西。它只要凡是它能显现的，就是它能够索取的。所以显现径跟索取径呢，二者呢是同义的。那我们这边呢就讲述到说，只要是一切的了知呢，那它的显现径呢，还有索取径呢，二者是同义的。那我们再进一步看呢，就是以无分别的了知来说的话呢，就是以无分别知来说的话呢，那它的显现径、索取径还有直接径三者呢是同义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？因为一般我们讲到说显现的时候呢，就是直接显现，所以直接显现的时候就表示说它这个径呢是你的直接径。所以呢，以就是无分别的了知来说的话呢，无分别知来说的话呢，它凡是能够直接显现的呢，一定是它的直接径，它的直接径也必定会它直接显现。那既然是直接显现的话呢，也是它的直接索取。所以呢，对于无分别知，注意这边是无分别知哦，无分别知呢，它的显现径、索取径还有直接径呢，三者是同义的。那刚刚呢讲到说，在无分别知里面呢，就是无分别知呢，它的显现径、索取径以及直接径呢，三者呢是同义的。那接下来呢，看到分别知呢，那分别知呢，它的去路径以及单着径呢，这两者呢是同义的。所以，凡是呢分别知的去路径以及分别知的单着径呢，那这两者呢是没有差别的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可以说到说，那在分别知呢，又分为说像是就是福顺于义的分别知，就是说它是能够正得进的这种分别知来说的话呢，那像是它的刚刚所讲到的，它的去路径以及它的单着径，还有呢它的所量呢，那这三者呢是同义的意思，就是皆能够被它所证的。所以对于福顺义的这种分别知来说的话呢，它的去路径、单着径，还有它的所量三者呢是同义的。这边呢，我们就会讲到说，刚刚提到说福顺义的分别知呢，所谓福顺义的分别知的意思呢，就是它是可以证得到境的这种分别知呢，就叫做福顺义的分别知。福顺义的分别知呢，它能够证得到境，所以呢，它必定呢不会是颠倒知。那这种不是颠倒知的分别知呢，我们提到说，就是刚刚所讲到的，它的去路径、单着径以及呢它的所量呢是同义的。但是对于说像是颠倒的分别知来说的话呢，那颠倒的分别知呢，它的去路径呢和单着径呢也是同义的，但是呢，它并不会有所谓的所量出现。我们以说直持兔子脚的分别知来说的话，
那直视兔子角的分别支来说呢，那兔子角呢就是直视兔子角分别支的去路径以及单着径，但是呢，兔子角呢并不是直视兔子角的分别支的所量。为什么呢？它如果是直视兔角分别支的所量的话呢，那它既然是所量，就表示它一定要是存在，那就表示说正的直持兔子角的分别支呢，它可以正得兔子角，那就变成说兔子角它就会存在了。所以呢，这边会提到说呢，兔子角是直持兔子角分别支的去路径以及单着径，但是呢，并不会成为它的所量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就是已经对于说像是分别支还有无分别支呢，就是已经对于它的对境呢，就是有一些个别的一些不同的差别之外呢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讲到说，一切的了知呢，它都是有显现境的。那刚刚已经讲到，一切的了知呢，它都是显现境，无论是你是分别支或是无分别支也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境呢，必定会在这个有境之上呢显现。所以呢，一定呢会有所谓的显现境，无论是你是分别支也好，或是无分别支也好呢，一定会有所谓的显现境。但是呢，对于说单着境来说的话呢，单着境呢，它是除了分别支之外呢，无分别支是没有所谓的单着境的。为什么说无分别支它没有所谓的单着境呢？因为这个最主要呢是，我们引的就是经论的依据呢，论点的依据呢是来自于萨迦班智达的量理宝藏论。因为呢，在量理宝藏论里面呢，有提到呢，就是一切的有境，就是一切的了知呢，它必定呢具备了显现境。但是呢，对于单着境来说的话呢，它是唯有分别支才有的。就是单着境呢，它是属于分别支不共的一个对境，不共的境。那为什么说单着境呢？它是分别支不共的一个境呢？那经论的依据呢，就是像刚刚讲的，就是班智达的量理宝藏论里面有提到。那对于理路的部分呢，我们从下面呢再来做讲解。刚刚讲到说，为什么无分别支呢？无分别支它会没有所谓的单着境呢？因为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，如果呢以直持平直的演示来说，直持平直的演示呢，如果说它有单着境的话呢，那平直呢就会变成说直持平直演知的单着境。那直持平直演知的单着境，它本身是分别支，它如果能够单着平直的话，为什么叫做单着境？单着的意思呢，就是指到说能够单着。那单着的意思就是提到说能够寻思，它就是能够去思考，能够去行思。那这个呢叫做单着，内心的单着就是内心可以去思维、去寻思的意思。所以如果说直持平直的眼知呢，那对他来说，如果平直是他的单着境的话，就变成说他看到平直的时候呢，那直持平直的眼知呢，要现起一个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东西叫做平直，或是他看到柱子的时候呢，眼知要升起一个这个是柱子的这一种寻思。但是我们知道说眼知是没有这样的作用嘛，就是讲到凡是寻思或是你能够单着这个境的时候，能够去理解去想这个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能够有这个思的时候呢，一定都是属于分别支的范围。所以才会讲到说呢，无分别支呢，它是没有办法升起一个单着的，因为它没有办法掀起单着。那单着呢，也就是它没有办法去寻思，它没有办法去思的缘故呢，所以才会说无分别支呢，它是没有单着境的。那刚刚呢，我们讲到说呢，就是以无分别支来说的话呢，像是以现前支来说的话，那它的显现境、索取境以及直接境呢，那三者呢是同意的。那这个呢是对于说无分别支来说，但是以分别支来说的话呢，它的显现境、索取境还有直接境呢，三者呢并不是同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，显现境跟直接境呢，为什么现前支的显现境跟直接境它是同意的呢？因为它是显现而正得的关系，所以它的显现境跟直接境呢是同意的。但是呢，对于分别支来说的话呢，它的显现境还有索取境，那这两个一样，显现境跟索取境呢是同意，但是呢，它的显现境、索取境呢跟它的直接境呢不是同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讲到说，直接境呢是要能够显现正德的这一种
或者说你能够直接正的这一种呢，才叫做直接镜。但是呢，对于分别了知来说呢，它能够显现，不表示它能够正得。那我们举一个就是例子来说的话呢，如果说我们说直屏的分别知的话呢，那直屏分别知呢，在辩论起来又会有过失，因为直屏的分别知呢，它不一定呢，就是关于说直屏的分别知要不要正的平直这一点呢，然后又是有一些辩论上的争议。所以我们讲的最明确的，能够正得平直的分别心，或者说呢正得平直的比量来说的话呢，以正得平直的比量来说的话呢，它的显现镜跟索取镜呢是同义的。但是呢，它的显现镜跟它的索取镜呢，并不是它的直接镜，因为呢，以正的平直的比度来说的话呢，它的直接镜是什么？它的直接镜呢是平直，但是呢，平直呢并不是正得平直的比度的显现镜跟索取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显现镜跟索取镜呢是放平直的异共项。那平直的异共项呢，它为什么不会是平直的直接镜呢？它如果是平直的直接镜的话呢，直接镜一定是要能够被正得的，那就变成说平直，正得平直的比度呢，它要能够正得平直的异共项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平直的异共项呢是没有办法被平直的比度呢正得平直的比度所正得，因为呢它是它的显现镜，而且呢不只是它的显现镜，为什么它不能够被正得呢？因为呢它对于平直来说呢是属于错乱的，所以呢正得平直的比度呢，它没有办法正得平直的异共项，所以才说平直的异共项呢，它没有办法，它虽然是平直的显现镜以及索取镜，但是它没有办法成为平直的直接镜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没有办法被平直正得，因为对平直来说呢，它是属于错乱的。对于正得平直的比度来说呢，它是属于错乱的。那所以这边呢就提到呢，像平直呢，对于说正得平直的比度来说呢，或者说能够正得平直的分别知来说呢，它是属于它的直接镜，但是呢，并不会成为它的显现镜，以及呢，还有它的索取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平直的显现镜呢，一定会是常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一定会是异共项，所以呢，平直它不可能成为，它虽然是正得平直的比度的直接镜，但是并不会成为它的显现镜以及索取镜，因为呢，凡是分别的显现镜呢，必定会是常法。那在这边呢，虽然说我们在这里就是课本里面呢讲到说，对于自知主要趋路径，就提到说呢，视察义呢是有趋路径的，但是这个呢，在宗喀巴大师呢所造的就是量论的解释里面呢，有提到说呢，凡是所谓的去路径呢，它对于凡是所有的去路径呢，它一定要是无期狂的。那什么叫做无期狂呢？无期狂的意思就是说，它一定呢要获得决定义的这种呢，才叫做不期狂。所以凡是去路径呢，它要是属于不期狂，它是要获得决定义的。那虽然说宗喀巴大师呢，他在就是量理七论的解释里面呢是有如是的讲解，但是呢，对于现在呢，就是我们在学习心类学的时候呢，那无论说是三大师呢，就是哪一个祖师呢所讲的呢，那全部呢，他们基本都是同意说，就是对于视察义来说呢，它是有趋路径的，所以这边趋路径呢，就不用像宗喀巴大师所解释的那样子，它是具备无期狂知，因为只要是无期狂知呢，它就一定要是获得决定义。那获得决定义什么事呢？什么叫做获得决定？获得决定就是没有任何的疑惑，没有任何的怀疑的这一种呢，才叫做获得决定义。但是视察义的性象里面本身就已经提到说，它是极为单着，然后意味得决定义的了知。所以呢，关于说趋路径呢是否是要是无期狂呢？那这个呢，大家可以再去想一想，然后自己呢可以再思维一下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再回来看到视察义的这个
性相，讲到说对于已成为智之主要去入境之法呢，极为单着。那什么叫做极为单着呢？极为单着就是用藏文来看呢，它就意思就是单着一边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一般呢讲到说什么叫做两边呢，就是会去想说，哦，这个声音呢到底是长还是无常？那这种怀疑呢，就是单着二边。那讲到说极为单着的意思呢，就是它只单着一边，就是你就是支持，就是觉得说声音呢它就是无常，你并不会觉得说声音它是长还是无常，就是只是说声音呢它就是属于无常，所以就叫做极为单着，就是只说单着一边的意思。那为什么要讲到说这个极为单着呢？就是它既然只是只为一边，不会去想说这个到底是常还是无常，它只指一边的时候呢，最主要就是要去除呢犹豫呢是属于视察意的这一点。那接下来呢，就看到说，极为单着，然后讲到说未得决定义。那未得决定义呢，就是他这边呢用的是未得决定义。那在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心类学的解释里面呢，他在写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写未得决定义，他是讲说就是欺狂的福顺义。那欺狂的福顺义呢，就像刚刚讲的，欺狂跟不欺狂，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，就是欺狂呢，就是这边所讲的，就是未获得决定义的意思。那为什么叫做说它是属于欺狂的呢？那它是属于欺狂，然后又是属于福顺义的这一种呢，是所谓的视察义的了知。那这边的欺狂讲到说它是单着，然后呢，它是未得决定义这种东西叫做欺狂。那为什么说它是未得决定义呢？未得决定就是说它并没有很坚固的，它并不像我们获得决定。获得决定义什么？就像说直平的眼知，或者说呢直平的分别知呢，或者说正得平直的比度呢，它正得平直是没有任何的怀疑，它是很坚定的、很坚固，因为它就已经直接正得了。那未得决定义就是说它并不是这么的坚固，它这个视察义呢，它是不坚固的，它随时呢可能会变成疑惑，它可能随时会转为犹豫。它虽然说它现在是属于极为单着，然后认为呢声音就是常，或者说声音就是无常，但是它可能透有别人的理路或是各种原因之后呢，他可能听一听，他会开始怀疑说，哦，虽然说我刚刚支持声音是常，但是现在开始产生怀疑，声音到底是常还是无常？那这种呢，就是所谓的未得决定义。所以呢，有一些呢是讲说就是欺狂的福顺义，那这边呢定义是直接讲到说未得决定义，但他们的意思呢是同样的。那最后面呢讲到了知，那提到了知呢，就提到说呢视察知呢，它的体性呢，它本身的体性呢，就是属于了知的体性，觉知的这种体性。那所以对于视察义来说呢，就是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的话呢，就是呢，第一个呢，视察知呢，它的体性呢一定是了知，是觉知。那除了它的体性是觉知是了知之外呢，那它对于它的境呢，就是极为单着的。它对于它的去路境是极为单着，就是它可以支持它的境呢是属于一边的，是属于要么是长，要么就是无常，就会升起哦，它是常，或是它是无常，并不会怀疑说哦，这个到底是常还是无常呢？并不会有这种怀疑。那虽然说讲到说他对他的境呢是对于一边极为的单着，但是呢，有没有获得决定呢？没有获得决定，没有获得决定的意思呢，就是它并不是坚固的，它并没有办法升起这种决定。为什么讲说它不是坚固，不是决定的呢？因为它并没有证得这个境。虽然说我们会觉得说，哦，好像是正德了，但是这种正德呢，并不是真正的正德。就像我们有时候会讲说，哦，由视察义正德，但是视察义的正德呢，并不是真正的正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并不是坚固决定的。虽然说现在我的内心呢是支持，哦，身世无常，那我这种支持身世无常呢，只是一种视察义而已。并不是真正的正德，因为当别人用各种理由来说服我的时候呢，用各种科学的一些讲法，或是其他外道的一些中医来跟我讲的时候呢，我内心可能就会产生疑惑了，会觉得说，哎，声音是真的是无常吗？它应该是常吧？那它到底是常还是无常？就是这个时候呢，虽然说一开始你是对于一边的这种极为单着，但是它随时呢会变为不坚固，所以就提到说呢，它没有办法升起对于自境没有办法升起决定。
所以它并不是坚固的，并不是决定的。为什么不是决定的呢？因为它没有办法正德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讲说视察义正德的时候呢，并不是真正的正德，它只是说对于一边呢极为单足而已。因为呢，在讲心类学的时候呢，真正能够正得尽的呢，除了量还有比度之外呢，除了量还有在觉知之外呢，除了这两者呢是没有办法正得对境的。除了量和在觉知之外是没有办法正得对境的。所以以下从视察义以下的4种了知呢，它都是没有办法正得对境的。那我们在讲述视察知的时候呢，就提到说呢，视察义呢，它本身呢是没有办法正得对境的。那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，像说我们心绪之中呢，只有正的无常的视察知。那正的无常的视察知是什么呢？就比如说我们的闻所成慧，就是一开始呢，我们并不了解到什么是无常。那透由呢，就是不断的听闻，然后一直讲说啊，什么是无常呢？无常呢，就是刹那坏灭的这种特性呢，叫做无常。那听久之后呢，我们内心呢就升起一种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证得了无常，或者说你已经了解了什么叫做无常，你能够了知什么是无常。那这种呢，就是类似正者，它并不是真正的正德。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说闻思慧三者里面的闻慧呢，闻所成慧呢，它就是属于这种视察义。就是虽然说我们没有真正的证得所谓的无常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听得很习惯的时候呢，所以你就会觉得说，一切的这种有为法呢，都是属于无常。那这种就是属于类似的正德，因为我们也不会去指说有为法它是常，我们就是指说无为法呢，它就是有为法它就是所谓的无常。但是这种持呢，并不是真正的正德，它只是类似正德而已，但是它没有真正的去正德。因为唯有真正要去正德的时候呢，唯有透过就是正理，透由正理呢，或者说透由我们的感受去领纳的这两种正德。但是对于视察义了知呢，它并不是属于透由正理思维之后正德，也不是透由我们领纳呢，然后之后去正德，而是透由说因为我们听久了，听习惯了什么东西是无常，然后无常呢就是所谓的刹那坏灭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已经知道了无常的这种呢，就是属于视察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就是61页的最后一行。那讲到说呢，视察义呢分为就是无因理的视察义，然后因理不定的视察义，还有依相似因理的视察义。那简单来说呢，什么叫做无因理的视察义呢？无因理的视察义呢，就是提到说它是没有任何理由产生的这种视察义。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，以身世无常来说的话呢，就是你内心呢就是去持着身世无常，那是没有任何的理由。那这种呢，其实我们是以身世无常呢，然后来做一个譬喻，或者说来做一个事项。但是这种呢，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，常常都会发现。比如说呢，我们就是看外面呢，然后就看到一片森林，然后你就觉得说，那边有个森林，里面有个人，那就觉得说，那个人呢应该是在走，那个人呢他就是在走路这样，那个人就是在干嘛？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，你只是看到，然后你就直接陷你说那个人在森林里面呢，他应该就在走路，在干嘛？就是你没有任何的理由，然后你就去直说那个人在森林里面干嘛？那如果说是有理由的呢，比如说你看到人呢，然后你觉得看到那个人在睡觉，你知道他是睡觉的时候呢，你会有一定的理由，因为呢你看到这个人呢，他躺在床上，然后呢你就有这种理由去，因为为什么他在睡觉呢？因为他在躺在床上，然后闭着眼睛，然后什么样的理由？所以你证成呢，这个人是在睡觉。那这种呢，就不是属于视察义。那当然，这边所讲的视察义呢，跟说无理由支持的身世无常，跟我们说他没有任何理由，那他怎么会支持身世无常呢？跟这种理解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就是你脑袋里面就觉得说，他这个人就是躺那边，他就是在睡觉，就是没有任何理由，你就是只觉得说。那个人在那边，他在干嘛？他在走路，他在睡觉。这种想法就是所谓的视察义，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理由，就是你仅这样子是觉得，然后就觉得说应该是这样，就是所谓的无因理的视察义，就是没有个原因的视察义。那所以第一个呢，就是无因理的视察义呢，这边讲到说事相如无因理而认为身世无常的觉知呢，就是第一。那第二个呢，提到说因理不定的视察义。
那因理不定的视察意是什么呢？就提到说，你对于其实真正的原因你并没有了解，然后呢，你把它来作为你的理由的这一种呢，叫做因理不决定的视察意。那他这边呢所放的事项呢，就提到说，不决定身是所作性，还有呢，若是所作性周遍是无常之理，而以所作性之因理而思为身是无常的觉知是第二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是支持呢，声音是无常的。为什么声音是无常的呢？因为呢，就讲到说呢，声音应该是无常，因为呢，它是所作性的缘故，就是理由是这个。但是声音是无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声音是所作性。那你在了解这个因理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论事的时候呢，你首先呢，你要先了解到呢，声音呢，它本身是属于所作性。就是你要证得声音是所作性，然后呢，你要证得说声音只要是所作性呢，它就片是无常，就是你要先证得这两点。但是以我们来说呢，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属于这种因理不定的视察意，就是我是支持声音是无常的。为什么声音是无常的呢？因为声音为什么是无常？因为是所作性的缘故。但是其实我并没有办法证得声音是所作性，也没有证得所作性就片是无常。但是你问我说什么声音是无常呢？因为我说声音是无常啊，因为它是所作性，我能够把这个理由讲得出来。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证得到它这里面的因理。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比较容易的例子来说好了，比如说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台湾在哪里，然后呢，他也不知道呢台北在哪里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他却可以跟你说呢，小林呢是台湾人。小林为什么是台湾人呢？因为小林他是台北人的缘故。小林是台湾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台北人的缘故。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说台北在什么地方，他也不知道台湾是什么地方，但是他却支持说小林是台湾人，而且他可以讲得出理由，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台北跟台湾的关系，也不知道台北到底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，然后台湾跟泰国他肯定搞不清楚，但是呢，他就跟你说，哦，小林是台湾人，因为他是台北人。像这一种呢，就是这里所谓的因理不定的视察意，就是你对于你自己所讲的原因呢，其实你也没有证得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在讲到说，就是因理不定呢，并不是说这个原因呢是不确定的，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，就是像他这边所讲的身世无常，为什么呢？身世无常的理由是什么呢？身世无常，以是所作性故，就是这个正因呢是正确，是没有错误的，并不是不定的。那是什么不定呢？不决定的是说思维的这个补特伽罗呢，它是不决定这种关系的。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呢，声音应该是无常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以是所作性故。那我们要了解，就是其实这种就是透由正因呢去思维的这种方式呢，除了说事实上在因明里面呢，其实我们每天呢在思维事情的时候呢，都是用得到的。就是你要了解到声音是无常，为什么是无常？因为第三个它是所作性的缘故，就是它的原因是什么？是所作性。所以在了解这三点之前呢，你要证得声是无常之前，你第一个你要先证得声音呢它是所作性。你唯有证得了声音是所作性之后呢，然后你要除了它要具备两个条件，就是你要证得声音是无常，以是所作性的缘故呢，你要先了解第一个呢，声音它本身呢是属于所作性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那了解声音是所作性之后呢，那你要了解的是，凡是所作性呢，它片是无常，只要是所作性呢，它就一定要是无常。就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呢，那你跟他说声音应该是无常，以是所作性故的时候呢，他自然他就能够证得声音是无常这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用刚刚的例子来说的话呢，就比如说呢，小林他应该是台湾人，为什么是台湾人呢？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是台北人。所以呢，以一个能够证得的人来说的话呢，他第一点他一定是先了解说小林他本身是台北人，他在知道小林是台北人之后呢，那他又理解到说，凡是台北人呢，就一定会是台湾人的这一点。那所以你可以跟他说，所以他只要了解这一点的人，你跟他说小林呢是台湾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台北人，他自然就能够证得说小林呢他是台湾人。但是现在所说的不定的这一点的原因是呢，就是思维的这个人呢，他本身并不知道说台北在哪里，然后呢，他也不知道说呢，凡是台北呢，凡是因为台北是属于台湾的一个城市嘛，但是他也不知道说台北在哪里，他也不知道说
只要是台北呢，就一定是在台湾里面。但是他只是听着别人的理由说，他可能曾经听到，他就跟别人说：“哦，我知道小林是台湾人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台北人。”这个原因不定，并不是说这个正因他的理由是不确定的，而是说思维的这个人他并没有认知到这一点，他并没有证得到这一点，所以所谓的不定呢，是思维的这个人他本身对于这个理由没有决定，而不是说刚刚所讲的这个正因呢是没有决定的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无论是刚刚所讲的无因理的视差异，或是像现在所讲的因理不定的视差异，都是讲说思维的这个人他本身呢并没有证得到声音呢，它就是所作性，他也不知道说所作性跟无常彼此之间的关系。然后呢，只是因为他常常提到哦，声音是无常，为什么？因为是所作性。那这一种呢，就是会普特伽罗本身呢，他没有理解、没有决定的缘故呢，所以才叫做因理不定。那刚刚讲的无因理呢，也是一样，是指普特伽罗他本身呢是毫无任何的原因，并不是说声音是无常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理由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第三个呢，就讲到说因相似因理之视差异。那什么叫做依相似因理的视差异呢？那这边呢，就是课文讲到说，就是以所量之因理而思为声音是无常的觉知。那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到说呢，声音呢，它应该是无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所量。那这个呢，并不是周遍的嘛，因为这边讲到说的就是是相似因的意思，就比方说它的这个理由呢，并不是正因，而是一个相似因。就比如说，我们换一个好种来讲说呢，声音呢，它应该是无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存在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它是属于相似因呢？因为呢，存在呢，并不一定就是无常啊。你说声音呢，它是无常，理由是什么？因为它是存在的。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只要是有的法，存在的法，它不一定会是无常啊。存在的法，它有可能是常啊。所以透由这种理由去思维的时候呢，就是属于相似因理的视差异。那这一点呢，跟前面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哪里呢？无理因的视差异跟因理不定的视差异呢，主要是说他的理由是正确的，但是呢，思维的这个人呢，他本身没有这样子的理解到，或是他本身不去做这样的思维，所以才叫做无因理视差异，或是因理不定的视差异。但是依相似因是指说，他本身引用出来的这个理由呢，都是错误的，就是不符顺于现实的状况。那乃至于说，我们用刚刚的那个小林的例子来说，我们刚刚说小林呢，他是台湾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台北人的缘故，所以呢，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正因。但是如果说你把他的后面两个颠倒过来说，小林呢应该是台北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台湾人。那这种呢，就是属于说是相似因理的视差异，就是他的原本呢，他所讲的这个就不是正因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凡是台湾人呢，不一定会是台北人啊，因为你是台湾人的话，你有可能是高雄、是台中、是新竹、宜兰、桃园等等等很多其他不属于台北地方的人，但是都是属于台湾人。所以，如果你说小林他应该是台北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台湾人的话呢，就是属于这种依相似因理。相似因理就是它不是依着正因，它是一种错误的一种理由。那这个纯粹就是在他的理由上是错误的，所以它跟前两者不一样。前两者呢是他的理由，他的原因有可能是正确的，但是呢，思维的这个人他本身没有办法理解，或是不去做思维，是才在讲说无因理视差因，或者说他本身不了解这件事情，他是别人怎么说他就照着说，那这种是属于因理不定的视差异。那相似因理的视差异是说，他本身用的这个原因呢是错误的这种原因的时候呢，就是这里所讲的是相似因理的视差异。这边呢就讲到说呢，就是相同的呢，在量理保障论里面呢，就是萨迦班智达呢所做的量理保障论里面呢，又提到说呢，就是什么叫做视差异呢？那视差异呢，它就是不关待因理，因为呢，我们提到说关待因理呢，透由正因去证得的这种呢，就是所谓比度。那视差异呢，它本身呢是不关待的正理，所以呢，第一个呢，视差异它不会关待的正因。那第二个呢，它仅仅是成立这个宗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，它仅会去，就像我们讲，我们仅是思维说，哦，生是无常，但是你并没有一个决定。所以这边呢，讲到说，仅宗不关待因理，仅宗的时候呢，就是你仅仅去思维这个宗的时候呢，就讲到说，它是非不欺狂的。为什么是非不欺狂的呢？因为呢，它对于说它所
他所决定的这个意思呢，他并没有获得决定义，所以讲到说呢，他是属于欺诳的，他并非不欺诳的，因为他没有证得决定义。所以呢，因为没有获得决定义的缘故呢，所以这个视察之呢，它很有可能会转变成就是怀疑。就是虽然说你现在认为说声音是无常，但是可能透由别人一跟你讲，因为你没有心中并没有一个决定，并未获得决定义的时候呢，透由其他人的影响，你可能又会开始怀疑到说，哎，声音真的是无常吗？还是它是常？你的怀疑呢又会产生。所以提到说呢，视察义呢，它可能呢会转变成疑。那如果是依着正因的时候呢，那依着正因的时候呢，就提到说，依正因能够证得呢，所谓的正因就是我们在讲到说，正因呢，就是可以分为算是果正因、自性正因，还有无缘正因。果正因、自性正因，还有无缘正因这三者，要么就是后由这三者是正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他呢去正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办法透由正因，就是他虽然说他用的是正因，但是他本身对于说正因不了解，或者说呢，他本身就不去思维这些正因。透由这三种正因，或者说四因呢，我们讲到说相似因，就提到说像是相违因、不定因和不成因的这三种，就是正因呢，要么就是果正因、自性正因、无缘正因；那相似因呢，要么就是相违因、不定因和不成因这三种。所以就讲到说呢，所以呢，在讲到说视察义的时候呢，它又分为了三种。